啊，理想因为即分内底当中讲理想，甚至伫金刚经的内底当中，对到26分以前，拢讲理想，换一个解释叫做空。但是你有感觉到27分了后，伊开始就咧讲有，哦，伊开始就咧讲有，所以你袂使完全拢扫到咱空去，空中有有，有中有空，伊的道理才歹个，才歹了解起来。你甲我讲无嘛，伊个；你甲我有嘛，伊个讲无。吼，凡所欲想，该是无嘛。哦，到底是要安怎讲？毋则讲忽然有，啊忽然无。哦，你讲有嘛？你个执着；你讲无嘛，就是空嘛。所以这道理，这是咱慢慢啊来尝试。不然，咱你的智慧已经生出来了后，你迄个感受，你会感受啊。但是要叫感受，要叫你讲，你嘛袂晓讲。啊，你讲错都毋对啊！哦，讲错都毋对，你要安怎讲？你要叫我如何讲？哦，所以不离金刚经21分当中，无说所说本，这本来袂使讲的物件，但是我甲讲出来。啊，讲出来，世间人个接比我如来的讲法，你说法。那我这个如来叫咧讲法啦，哦，讲我这个个，哦，有个咧讲这个如来法，所以大难大难。啊，因为欲心有主，即为非顺，是故不说，我实心不应自识过失。当然，这段咱之前已经讲过。啊，因为咱拄则有咧讲的，因为你开始。因为你练这份的内底已经讲过几若遍，啊，讲过几若遍，啊，因为你讲一落来，你甲发，拢咧讲理想物件。欲心有主，假使这个心有自着，咱的心有执着，即为无主，即为非无，即为非主。那安尼当中，你这叫做安住袂牢，非主就是安住袂好势。所以四个菩萨心不应自性菩萨。过去曾经有一个故事，咱捌听你讲讲，有一个上师吼，讲一位主持啊，哦，啊主持当中啊，叫伊一个道童啊，哦去去溪边啊，这个故事可能嘛常常听过吼，寒水，啊因为寒水了后，看溪边啊，伫咧溪底中国有一个妙龄的女孩。一个走眼的细心妇啊，一生不挂的幸福啊。迄个道童看着了后，怎去伫遐当中，怎伫遐看吼，怎毋知伊倒转？啊，这个师就是讲奇怪啊，这道童啊去，啊到底是叫水流去，啊无，啊怎无去？要派伊一个徒弟去，伊一个徒弟去了后当中甲看，啊，迄个道童啊煞去伫遐。古里啊，看到溪顶咧，看到溪底咧，有一个祖影伫遐细身躯，走去哪？走米树仔边啊吼，米树仔边看一对尔，两尾用看，安尼啦吼。第二个嘛要去咧吼，第二个嘛要倒来。这个主持师傅就讲，第二个无倒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派伊个大师兄去。这大师兄去当中咧，伊一看。迄个道童啊，旧里啊，迄个师弟啊，米伫树仔边，到底是看哪？甲看到窟仔边落，溪边落，看一个妙龄的女孩子伫咧羡慕，伊即个开始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伊讲阿弥陀佛啦，吼，第一个去也无倒来，第二个去也无倒来，第三个去也无倒来，师傅就亲自出马，安尼啦。所以说，出马当中呢，伊去到看，道童啊，旧里啊，伊个两个徒弟，一个比伫迄个树仔边，一个坐伫遐个阿弥陀佛。当然，因师傅跋当官做伊行，伊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到是视而不见，迄叫做视而不见。迄叫做闻而不闻，迄个境界叫做上界。因为伊第一个小道童啊，伊个境界较差，因为伊有影看。第二个，伊个师弟啊，就感觉讲，
哦，这袂使看这，这概率的，伊就美，伊就哪，伊就家己美伫树仔边啊。哦，第三道师兄，讲啊，这应该袂使咧。哦，所以就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奇怪，伊才讲阿弥陀佛，迄叫做，迄叫做有罪啦，迄叫做已经有自足伫迄个底。那师父亲自出马当中呢，伊敢无看到溪底迄个女孩子掠线妇，当然有啊。但是伊看到伊的生心心，足自然心嘛，我是看会得到。毋是讲我目睭暗咧无看去法，都毋是即个道理。啊，因为即个境界，你讲我看到都无看到嘛？我看到要无看到嘛？敢有迄个境界？迄个境界毋是简单的，要练到迄个境界，你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哦，要安怎见而不见？即个感，哦，就参详过去。咱中尔，咱中咱硬啊，哦，人咧观晓无？啊，观晓无？拢有迄个啦，法林舞的迄个如来大妹，迄个大妹吼，迄大妹吼，大妹吼，赵氏大妹啊，当滚的啦。你咧看伊，啊无你也知大妹，当滚的。哦，大标题啊，其中有线嘛吼，啊画骹的就是讲，迄阵那种交友，哦，迄下江背下看着了，要紧就撞倒来，要紧就撞，要紧关就撞起来。啊画呢，头边啊，来甲看，哦，啊画，当然这境界个人境界无相像画得，对不对？反正咱后日啊，啊你做就是讲看，我甲你看，我心嘛无生心，若有到迄个心无自心啦吼，无生心迄个境界，迄有关无？你看着了，你拢无生心，拢袂动念，哦，迄相当境界。迄含神来掠狂呢，上帝嘛，人讲上帝的锋芒呢。啊，你讲咱袂生心，迄境界爱好的境界呢？咱上我硬啊有无？讲啥物讲的时阵啊，你做笑，啊，啥物讲请靠灵母来看，啊，讲含上帝讲含规个气片拢演到倒有无？迄件代志你敢有印象？应该人硬人大做印象嘛。迄段迄边我做靠灵母，啊，因为上帝讲灵啊，因为今日我上帝讲的亲像你做酒，啊，你今日去做这老母即个行为，所以含上帝嘛掠狂呢，对不对？含上帝讲嘛掠狂呢，规个气片甲一路倒呢，恶白来，你知影？可能上帝讲的境界无够吼，上帝讲的境界若够吼，伊要掠狂啦，开玩笑吼。所以这就是哪？这就是讲。咱今日修道就是一定要扭起到这个意见，哦，叫做无助。毋是讲今日你完全我当作无看，我当作无接触，我拢无安怎，毋是即个物件。你是经常伊无信心，哦，这就是讲不自识心，哦，所以咱今日开始就对释迦者菩萨为利一切众生讲，应如是布施啦，吼，咱来练一遍，吼，释迦者。诸佛嘿，菩萨为利一切众生讲，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讲，应如是布施，应如是布施。如来说一切众生，如来说一切相，如来说一切，即是非相，即是非相。又说一切众生，又说一切众生。是我的。这位众生，是我的。诸佛嘿，如来是真理者，如来是真理者，实义者，如义者，不共义者，不共义者，不异义者，不异义者。哦，这是因为咱今日要讲的这段话，这几段话是咱讲理想的角度啦，吼。释迦者当然佛叫啥释迦者？讲菩萨为利一切众生讲，这个菩萨，你这个菩萨，咱过去要讲。